鏡頭來看台東風颱號加上海湧，綠島蘭嶼這兩天攏出現水咖哩啊。也若是本島這大雨是造成卑南鄉的溪水漲起來，中島是有民眾住佇咧山區。日本甲大高山也有一寡路段是淹水，甚至有水網山，加載無人傷亡。這東部在落雨，也若是咱北部今仔日是因為風向甲地勢口火燒風，熱到36度。遠海面上出現光亮水，紅黑風颱對台灣南邊的外海經過，這兩天台東蘭嶼也閣綠島分別出現光亮水。受風颱外圍環流影響，離島毋那離島有雨，三笑管大湧，拍上富岡漁港沿岸市區出現一陣大雨，造成京新北路排水袂回頭，即淹水。這裡只要下很大雨，這頭都淹在這裡啊。搜救人員甲阿公穿救生衫，真細膩，差伊行過真掣流的野溪啊。80多歲4年的阿公暫時帶阿嬤甲孫仔到富山部落後山下田寮去飼雞鴨。由卑南鄉山區早起落大水雨，造成因中晝落山時溪仔水漲起來袂得過，加在人攏不要緊。才餵好鵝，就開始出來，哎，怎麼不對啊？怎麼水那麼深不敢過了？因為我曾經有一次車子被沖下去，所以會害怕。路邊甲河同款，台東雨真大，雨水沿路一直城亂。造成豬本街仔頭所在，這個路淹甲真嚴重，民眾趕緊出來剎車。大高山370公里建好路段，因為山壁山溝的排水工程也未做好，雨水排袂出去，甲真儕土石沖甲規路。東部甲南部因為風颱落大水雨，央過北部這邊天氣袂歹，也閣有出力。東南風的背風沉降作用的關係，是有層風，就是颱風外圍沉降間接帶來的粉風效應，所以中部以北的部分地區都有達到36度以上。台北市天氣袂歹，閣出日頭，北部地區規工平均溫度攏佇30度以上，路有袂少民眾攏舉雨傘曬日頭。氣象署講，受南風混合山到北平影響，26、27水氣較濟，全台灣天氣依然無穩定，有計愛等到離到太平洋高壓慢慢增強了後，落雨才減少。鹽閣山區依然注意午後雷陣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